總統特朗普星期二簽署咗一項廣泛嘅行政命令，旨在改革美國嘅選舉制度，包括要求喺聯邦選舉中註冊投票嘅時候提供公民身份證明文件，並要求所有選票必須喺選舉日當日收到。該命令稱美國未能執行基本且必要嘅選舉保護措施，並要求各州與聯邦機構合作，共享選民名單，並起訴選舉犯罪。該命令仲威脅要從唔遵守規定嘅州撤回聯邦資金。特朗普長期以嚟一直對選舉程序表示不滿，並聲稱郵寄投票唔安全且容易引發欺詐。投票權組織擔心呢一要求可能會剝奪選民嘅投票權。據 Brennan 司法中心2023年嘅報告，約9%嘅美國適齡公民，亦即係2130萬人冇現成嘅公民身份證明。已婚婦女喺結婚後改名，亦可能會喺註冊投票時遇到麻煩。特朗普嘅命令可能會面臨法律挑戰。儘管國會擁有監管投票嘅權力，但憲法明確指出，各州擁有設定選舉嘅時間、地點同方式嘅主要權力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